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保中马明山的镇安宫元宵举办食饭大的活动。今年拄着落雨，嘛形成雨中食饭大特殊的景象。 现开人生随闻到饱的香味，有真侪乡亲伫摆咧面领。云林的传统活动食饭大是元宵节重点。透早有落雨，涂骹拢是落雨霾，风阁真透，抑过无影响民众的热情。风遮大咧，落雨嘛无要紧就对。无要紧。大风落雨无影响就对啊啦。无啥影响，爱要来，时常要来啦。 云林马明山镇安宫是在地信仰中心，传说古早邮警祈福，村民会用扁担担饭，方便邮警队伍随时会当食。演变到即马变成有百年历史的文化资产。今年村民做伙准备烘大猪、烘酷鱼等等，估计有几万人会来这食平安。 250人份的那个烤全猪跟烤全鹅都供不应求了。食饭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，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迟下去。另外，台中市关宝宫万日元宵将信众馆的白米控做糜，会当互规村人食。元宵节啊，是，他要来这边拜拜啊，是，他刚好有平安餐，就吃个平安啊。今年捐的米多，我们就来煮饭汤，好，然后要做一个素食平安餐回馈给信众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善心的一个循环。 虽然落雨小可凉凉，不过乡亲依然穿雨满，享受小小的平安餐，感受元宵的气氛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